继续关心美国大选11月份要投票啊，关键摇摆州、乔治亚州第1个月15已经开始提早投票，头一天就有25万人去投票。另外，即马有一出以川普为主角的电影《像是接班人》，即马正在放送。川普是认为讲内底有一寡内容有争议，损害伊的形象。因那另外候选人何锦丽有可能会去上网唱 Joe Rogan 的 Podcast 节目，以拍算要来支持男性选民的支持。美国大选投票日最后几日，乔治亚州伫当地时间15正式展开提前投票。登记投票的选民排真长，当地官员证实，到迄日下昼4点为止，至少有25.2万人完成投票。会当讲是顶届总统大选头一日提前投票日的2倍。乔治亚是美国7大竞争激烈的关键摇摆州之一，有计伊的选举结果会扮演决定性的角色。Because being so young,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recent economic crisis we've had, I really just want to make sure my vote counts. Let'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.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传记电影《像是接班人》最近放映，电影内真受讨论的一段，描写川普甲伊的第一任家后伊凡娜伫激烈的冤家了后，演变做暴力性侵，酸断川普的形象，互伊气甲丢骹断地，高伫社群平台，骂这部电影是连继诽谤政治上的恶棍行为。I'm not surprised, there is a Trump fatigue, there is an election, there are serious stuff going on, but also we have such a small budget to promote the movie, to market the movie, so we really need Mr. Trump to do more tweets for us. 有消息人士透露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可能会拜访有名的盲唱乔罗根的 Podcast 节目。乔罗根有数千万的忠实听众，而且多数是少年男性。何锦丽当咧拍拼争取男性，特别是非裔男性的支持。It'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they are not a monolith, and their support must be earned with policies, rhetoric, and performance that speaks to them. 有专家讲，提名调无输赢的情况之下，何锦丽若会当伫乔罗根的节目中露面，有希望为选情提升。不过也有选民表示，一到选举就讲到种族甲性别，互人真野心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。